成為媽媽半年咧，最大嘅感悟係咩？真係要先照顧好自己，先可以再好好咁照顧到小朋友。我發現你嘅 condition 唔好，係會影響到小朋友，佢都會睇到你嘅情緒，去 sense 到嘅好多嘢，即係佢比我想象中知道好多嘢。去到下一個階段咧，你就會知道佢會更加識模仿你。我要成為一個點樣嘅媽媽咧，可能就係首先要做好自己咯。希望可以100% 投入工作之餘，當我要放低工作去投入同小朋友玩啊、照顧佢嘅時候，都可以100% 投入做好每一件事。我覺得你會做得到咯。點解嘅？因為你一路以嚟俾我嘅感覺就係、你係可以將所有嘢都處理得好好。你令我好欣賞嘅就係你行動力好高啦，你唔會俾藉口任何嘢咯。我有 A 要做，有 B 要做，做到最好。但係我唔會話，因為我要處理呢一樣嘢，所以其他我就 hea 住做。你嘅工作態度、你嘅生活態度，其實體現翻去你嘅人生都係咯。好似我哋頭先講緊嘅身份轉換，你唔會話哇我要湊女喎，你仲要我靚啊，冇喎，你唔會有呢啲藉口咯。同埋我覺得係你先會睇到呢啲嘢，係咪啊我覺得好感動。